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3月6日，香港本月多個新盤接續登場，當中更出現同歐對陷現象。九龍佐敦繼新世界月日前開價後，華懋集團發展佐敦德興街單棟新盤如意，亦於昨天公布首張價單，首批50伙折實平均尺價21,038元，較同區官涌街俊悅首批折實平均尺價略高0.1%。首批50伙涵蓋1房至2房，當中1房佔45伙，2房佔5伙，實用面積281至440平方尺，折實售價533.35萬至1,050.44萬元起，折實尺價18,546至23,874元。至於新世界同區遠期樓花新盤俊悅，繼日前公布首批30伙的定價後，昨日亦進推餘下34伙。由於主要屬於中高層單位，尺價提高至23,418元。俊悅全盤64伙以悉數開價，整批折實均尺22,326元。其中10伙開放式單位更以劃一價推售，面積213平方尺，劃一售價408.6萬元，尺價19,183元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